今日嚟到坦洲睇一個品質項目啊，非常之靚嘅，事不宜遲，去片。呢套房105方，3房2衛，最主要咧交標比較高啊，全部牌子嘢，而且咧空調啊、電動窗簾啊，連地板磚嘅尾縫冚唪唥都有晒㗎啦。首先咧就睇下我呢個書房。公衞入邊連嗰個浴霸都有埋嘅，呢個就兒童房，呢個就主人房，獨立嘅衣帽間啊，仲有大套間，1.8米床都完全冇問題啊！而且呢邊仲有個大嘅衣櫃位。呢個平台平時可以攞嚟睇下書，做下運動都 OK 啊！呢個項目咧，樓下有車直通太子嘅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call我。